头刷登来台湾，农委会统计，全台湾种番薯的面积10300多公顷，其中产出的2亿条的番薯，隆重送到台南新化一间番薯工厂。这个头家是白手起家，毋若成功打造番薯，将做新化的特产，伊嘛是超商唯一的供应商，一年赚超过6亿，用番薯带动地方的经济。 乌起来番薯经过机器甲人工建过了，才会使进一步做加工，做成什么物件有够济。番薯酥、爆米香、番薯泥等等，逐项拢真好味。甜香香的。游客到台南新化，拢知影讲上较有名就是番薯，因为依照农委会统计，全台湾种番薯的面积差不多有10031公顷，其中有2亿条番薯拢是交由台南新化这间番薯工厂，以一年甲700户农户客种。因为大家对地瓜的观念改变，认为它的健康成分啊，它的养生观念慢慢，大家重视以后，慢慢接受度会变高。 工厂头家是白手起家，挖靠番薯创业冰心伫台南打造品牌，即马变成国内番薯客族的平台，甲加工制作的龙头，嘛是连锁超商甲速食业的供应商，去年营收超过6亿。纯粹就是地瓜，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。冰的烘番薯真受欢迎，变成番薯王，工厂嘛继续深入产地，甲各地农友客族。 若是家己趁钱，嘛要互偏乡的农友有机会挖靠番薯的小经济，过更较好的生活。